水務署咧一直都係致力維護水塘原水水質嘅安全嘅。咁我哋定期咧就會喺水塘度做一啲水質測試啦，亦都會抽取水樣本，等到我哋可以充分了解水塘嘅水質狀態。水塘咧係一個儲水嘅地方之餘咧，都係一個天然生態環境啦。裏邊有好多種唔同嘅生物啦，就包括咗有魚類同埋藻類咁。咁佢哋會喺水塘裏邊去自然生長咧，達到一個生態平衡嘅狀態。但係有時會因為天氣關係啦，水塘偶爾會發生一啲水藻過度生長嘅情況，所以我哋喺好多年前已經開始喺水塘裏邊投放魚苗，希望控制水塘嘅水藻啦，同埋穩定水質嘅。我哋投放喺水塘嘅魚苗咧，都係經過悉心挑選嘅。現時咧，我哋會投放扁魚、大頭魚同埋鯪魚嘅魚苗喺水塘裏邊。咁呢啲魚咧喺水塘嘅唔同位置咧，就發揮佢嘅獨特作用嘅。咁例如扁魚咁樣啦，咁佢會係喺水塘上層生活嘅魚類啦。佢本身係會食一啲浮游植物嘅，所以咧對去除水塘嘅藻類咧係尤其有效。跟住就會係大頭魚啦，咁佢會喺水嘅中上層位置活動啦。佢本身係屬於一啲雜食性嘅魚類啦，佢主要可以幫我哋去除水塘裏邊嘅浮游植物同埋浮游動物等等。最後就係鯪魚啦，咁佢係屬於一啲底棲嘅魚類嚟㗎。佢主要會喺水塘嘅底部去生活啦，所以佢會幫我哋去除水塘底部嘅有機腐物。我哋同漁護署嘅優質養魚場計劃合作，將本地嘅水塘登記成為優質養魚場，再將水塘裏邊嘅本地優質魚產品推廣開去。呢個計劃可以話係一舉多得。咁當水塘嘅養殖環境達到優質養魚場計劃嘅要求之後咧，漁護署咧就會將我哋嘅魚苗登記成為優質魚苗。之後咧，佢哋就會定期嚟到漁場度進行巡查啦，有需要咧亦都會作出指導嘅。